來看代替新竹營站的查埔便所，去年底是去予清潔人員發覺講尿斗啊去互頭前攝影機，了監視器對查發現，竟然是一個高鐵的員工嫌疑真重。高鐵是強調講員工的個人行為，也已經有清查高鐵的便所，會繼續配合調查。三鐵共站的高雄新竹營站，平均逐工佇遮出入的人次攏是幾萬人起跳。二三所傳出代替新竹營站2樓北邊的查埔便所有人偷窺。橋頭地檢署是去年12月接到通報，有清潔人員發現一個查埔人定都走來這搭便所，鬼鬼祟祟，唔知咧創啥。落尾伊去摒掃時，就發現尿斗頂懸紅頭前監控攝影機。檢警順線追查，執時發動敲催，發現一名姓蔣的查埔人涉嫌重大。查扣被告電腦、手機進行數位鑑識，以確保相關影像不外流，並循線查獲中性被告涉嫌在114年3月間起，在台鐵新左營站廁所內裝置攝影設備，偷拍他人如廁影像。沒有發現過那個密錄器那種東西。但是現在經過這件事情，我們就會注意。因為風聲這個姓蔣的查埔人，敢若是高鐵員工，高鐵也證實是員工個人的行為。第一時間已經先清查高鐵內底更衣室甲便所，無任何的發現。後續會配合檢警的調查，只要確認是事實，就會對員工進行處分。不過個新竹營站逐工來來去去遮濟人，聽到嫌犯對去年3月就開始偷窺，民眾攏真煩惱。對小孩子來講是蠻擔心的，因為你身為一個家長，你會覺得說，在台灣應該是很安全的。對，那怎麼會是在南側？我是比較擔心，就是這種萬一被拍到的話，會不會哪一天在網絡上就突然看到我們自己的照片被 po 到那個影片上面去了，對吧？造成以後不敢在外面隨便上廁所。代替表示，代誌發生了後，逐禮拜攏有針對便所實施反監控的檢查，確保使用者的安全。檢控強調，已經通知嫌犯交還說明，會繼續清查被害人，就此來釐清案情。記者郭家祖、顧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